互恁。好。过来！现在我唔遐切，什么切嘞？我兄弟拢死啊呢！什么切嘞？切嘞就会切。你可唔是你就两种人。你阁是要直接等我讲？你的粮草唔是存无偌济啊？还是你阁咧想讲，官府的人会来甲你斗相共？莫讲啊！因早就走了了，早就走了了，你听无？就算我要死，甲你无关系。好，这是你讲的。咱永远就莫阁打敌了。见头见面。小刚，台车130，在条前，不能都用反包围的，给他来去，给掉。阿追哥，阿追哥，阿追哥，阿追哥。阿追哥，阿追哥，阿追哥，阿春，你老爷放起来！阿春，放起来！你放起来！放起来！小哥，你老爷放起来！小哥，你跟着啊！你老爷放起来！放起来！不要走，你为什么还想搞啊，小哥？小竹，小竹係你麼？妹妹，你係鬼麼？妹妹。妹妹，妹妹，I don't care。你轉來了，阿希拉阿妹講一聲。唔係啦。唉，你細佬你唔辛苦。阿希拉哥哥。唔係啦。條條派愛。小竹，你娘的呢？
相處結束了係麼？愛跳走解啦。係你嘅啦。愛掉就這樣的兩份權，聽日又來出發，愛夾夾就再來看你一下。正經啊！正經啊！你哪叫我走啊？來咗啲嘅天通呢？兩台拎到 jeans， 興啲景象好冇？張俊相，全部係背教一條船嘛！難怪你按合同。嘅水啦，飲水啊，嚟飲水。我嚟先攞你冇衫褲啊！先水。你咪水一下。愛走係輕麥，就唔得偷偷咁電梯啦。哦。
走走。阿春，来坐定，請坐定，坐嘅坐嘅。坐嘅，下車，下車，阿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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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らを呼び出せ。さもなければ畑に火をつける。你本大人，请大家出来跳行，跳行留命，莫就系病火了。跳架，因為跳好冇啊？總的，就有問題，嗌全部先記得黐咪到。跳架，幾多？非病火麼？一向用架勢，因為掉去難。睇下附近啦嗬，度都冇人計幫家睇下配合。走。大家都唔好驚啊！因為行下跳，一邊走。好，好，好，行け。高い。はい。この東口を開けたまま、他の出口を塞いで火をつけろ。はい。火をつけろ。待てよ！你出來呀！愛病火嘞！愛病火嘞！你出來呀！你出來呀！愛病火嘞！愛病火嘞！行了，行了，啦，走。谁啊？刘哥，鸦片怎么的？火烧过来了，这边没摸路，鸦用办。哎，你还做几多少？唔到神唔晒，这边冇烟啊！好，大家注意啦，好，不要追。好。刘哥，坐嘞！山付け。太平街中鼓落來啦！坐嘞！結果箍下來，箍下來，結果箍下來。山付け。山付け。100動け。はい。勝て。おい。何を見てる。おい。刘哥，おい。行け。刘哥，早く。给，
我着认为，日本人爱家迄金广府的地方嘅势力，小做迄其条重要的一粒棋子，其条唔敢强记妄同，也欠金广府稍安不躁。系么？公夫人，小主迄爱着轻重要的志向，爱着绝对唔会放弃唔顾嘅。今日就打算用会做啊？按来讲，上司本来就不应该去考虑到生死嘅，小主嘅事情，我无怪人伊两啥嘅意思。就像留安好嘅监视人家的后生人现在来拼拼啦。太老，台湾改本嚟日本，已經係事實。本來犯了東洋犯，唔本按你老唐山來往做生意。唔過，聽講台北改片，親像大家就相安無事，生意繼續做，生活照常過啦。唔通呀？我到金廣府開定嘅係地方嘅實作文保呢？太老，可能爱哋嘅方法唔強用啊，但係第一站，我也飛到大家儀式文保。慢慢，阿妹，一下讲嘛该就喊听做，是爱少主去喊上，按你去有希望。慢慢。爱记得，我做你的阿妹咧，责任动态。小时候讲起转来，都好辅导，辅导派爱给，进来了。你讲嘅，就算少主父唔准，你嘛爱好好努力生人来滚下来。阿妹。冇事情，要爱菜，要爱菜，天水汤唔会有事。いつまでかもういい話してあげなさい。はい19歳まだ若い。睇人講，唔爭19歲天天行動後生，
私はお前の敵ではない。それどころかお前の勇気に敬服している。戦争が早く終わり平和で共存できるようにしたい。睇見希望一掉可以歸順麼？冇嘅。你話到愛歸順，其他人就會跳通㗎，咁你就慘了。愛掉會用全部嘅生命來報復家鄉。彼は言います。金なの。はい。分かった。おい！ごめんなさい！手柄に扱うな。残念だ。有做事嘅，土匪你借嘅，我看，我看不是大海啦，给我好大哦，黑人不吹嘞，而是两手嘞，全部冇啊，我做一个眼睛眼你的啦，好，你做嘢啊！你做嘢啊！我董永明，共董永发，做董永你，做你冇？做你冇？丢架！安尼对会去死体体用。丢架！三角湯の僧兵の報告では台北では抵抗がないという話ではなかったのか。賊軍は領民を装い我が軍を襲撃しました。しかも女や年寄りも参加しているようです。そのため賊と領民の区別がつかず我が軍は大きな損害を被りました。女もか。総理大臣は台湾接種を早めるよう要求なさっております。総督も抵抗する者には
その場で厳罰に処せと命令しております。つまり軍属領民を問わず全て一網打尽にせよと。旅団長山根新生、ただいま参りました。やっと来たか。将兵はすべて無事であろうな。第二旅団はすでに上陸し待機しております。分かった。南進部隊は前進を一時停止。山根将尉率いる第一第二連隊は新地から台北における賊軍をすべて無差別掃討せよ。7月22日大暑、午前曇り。無差別掃討第一陣で反抗軍の優勢は急速に撃退しつつある。夕刻、コウモリが飛び回るのを見る。数百匹はいるであろう。漢文においてコウモリは長寿と基地の印という。娘，前面总了，尸体冻多年，我滚到冬泳饭。奇怪咧。大部队向前啊！好，爱弟。各位躺下，躺下来。我躺下了。用我安尼咯。要得东洋班，是才有书哦。有美女哎。冇事，今日就冇事哦。阿星，你什麼當重呢？冇事，冇事，生命保庇啊！今日就冇事的哦。おいはホハイト。私はかつて京都の寺に軟禁されていて、涅槃経を読んでいた時、地獄について描いた部分を目にして、今でもそれは思い出しただけでも恐ろしい。しかしその光景が今私の眼前に展開されるとは。
思ってもみなかった。人也很多哈，係啊，我一杯早睇嚟就得數咯。沒有，好，來，打開來，過來。買呢？啊，你真嘅你買嘅？係啊，唔見得邊招來啊？係啊，點啊？唔睇就係啊。頭家娘，生氣掉嘅呢？唔可以講嘢。申し訳ない。あなた方を驚かしてしまった。8月8日、立秋、病律を攻略。南進の突破口となる。川べりにて女性が布を染める。しばし戦争から離れた安寧にあって地獄の炎がこれ限りであってほしいと願う。よか。條家，先你等我，讓我講。我哋嘅種子當中度，嗌再個長上正應，人面就會多。魏老太教講，我有個員卷已經達到動件咧，嗌上董永凡清腳就會轉移嘅。大家出嚟！出嚟！走！好。官兵就會留捱條飛俠嘅，槍其實姑娘就做對啦。官府出沒，我係相信官兵。劉永福將軍搞本捱條任務，本來就要拖延董永凡30年，而家就會完成了，阿妹。南天無菜，有天寒。攞了農事就荒廢咧，攞來糧啊！內地還有援軍呢，就會多誒，請阿妹生氣。眾多安多人可一條食飯，捱本衣糧，愛娘嘅老太家交代。同獻，蘇比。轉來呀！係啊，轉來了。我哋阿妹康復卡動辛苦嘅，但係也絕對唔係屬於你時間。請原諒我同意。
谢意安补长照。生年当久无看到阿爸的。副家永远就做得嘞，给到天阳，还给我都死的。下摆因你的两片田去合同，我做的应教书，应种田。竟然爱做嘛干咯？竟啊，就好生的啊。赵生，铁哥，铁官爷，安怎？辛苦诶。迄种唔拉咧。唔是讲，因这家强。你们要做嘛干啊？因你靠这家，唔是靠家念来穿，多年嘞应该就来。文中都会声音呢，读书唔是钱。小妹，原来是啦。好。安子说：“阿妹，你唔好用按多量咯。董永凡已经来到府区嘞，通气无量，打唔下去的。我听说我去出去。我本我都量无啦，通行手会转来。然后我来嘅弯转来吧。去太哥，接下来就会正面交战了。太家己遐尼无私东西，死的体型比创药还较大，我用会再战了。让安顿下来，本体用一群一害。就算喺古道，也做唔得公诉容易。呢條真落去啦，呢條準備真落去。哦，你个真高走呢？哎，啊，这个大真舒适呢。爱着巴肚，安怎？恁就是阮甲遐登山来的人共款，啊，无人讲。你看，叫他转的啦！那个当然我少赚的，无食饱个饱来因的啦。行，过来。
Kaya ako malakatin alan. Ano ka? Gipon ko saan? Manapanaan ita ini. 稳土神量偏夹菜，海天边望雷闪闪，书生杀体文无事，愿同火意战一番。别替过往兄弟超多啦。读书人啊，我头路念的听有无？我无迄学问啦。遐对你的，拢是你的亲人。哈，迄个好手的，甲做伙大汉，迄个光头的，嘛毋知是啥物代志，去官府逼甲走头无落来地。还佫有迄两个少年啊，有看无？迄自细啊，就无爸无母，困咧庙埕啊，讲分啊。我著看因真可怜，甲捡起来，缀咧我身躯边。迄个查某，抢来啦！抢来嘛要对。缘分啊！啊，毋过我真正想要留落人，毋是伊啦。你无娶某？娶某？娶无啦。这种天年哪有遐简单？你真正甲我当做迄种强逼民女的土匪哦啊！无啦，无吼。国際的には今回の掃討作戦は暴行だとみなされている。向こうの民を虐殺していると。民の抵抗も許されるべきだと。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が一言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本島は我が領土となりました。民たちも我が国民であり、このような殺戮行為はやはり失礼します。失礼します。我が軍の南進速度は早まったか。敵は反抗を強くするばかりで、我が軍の死傷者は増える一方です。しかもコレラや活気も蔓延し、北部の山の地形は我々もよく知らない。これは八ヶ山には銃砲が据えられている。山に設置された大砲は反転できないでしょう。我が方はすでに地元民の協力を得、抜け道を設置しました。つまり敵を背後から打破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ります。敵軍はここに本拠地を置いているものとみられる。ここに賊兵すべてを誘い込み、戦いを一挙に終わらせる。はっ、かしこまりました。唔像我，讨厌面对列祖列宗，
请保护同行同义嘅兄弟嘅，也拜一路平安，凡事逢凶化吉，终于转来。阿妹，我想阿爸。下來，你興俊，下來啊！條解娘，阿爸。條解娘啊，年珠都廿了呀，必聽咩？係啦，你係一家人做嘢哦，咩錢唔險嘛？好啦，必聽啊。日下決定療養復來，留喺呢邊合。你係真喺邊度時間？不得。唔想喺呢邊人。樣，還孟大以前出樣咧。你係講真會樣，也係。你唔會想啊？小哥睇邊條隊呢？小朋友，跟你有哈。哎媽，你睇住啊！看。妹。干嘛了？哎呀，啊！哎呀，唔是啦，阿豆哥，你太聰明。哎呀，要鬼嘛！來，唔好講咁多啦，快送個衣嚟。行了，好了，我來啊，好了。等他把他接走了。哎，三三六。哦，今日即刻澎湃哦！佢開掉嘅水來啦。哦，好啦，好。實地位哦。看，又來，較好啦。係啊，較好。大個人的某的，啊你是咧？你是隻靠！哎，來，我來啦。啊。
事好叫，笑唔着。伊唔做，去做饭。对，如果你娘唔做，去做干啦。空气3楼给臭头肥，你说要做吗？有英雄通做，想要做土匪。我同意。哎！不要紧啊！我老豆面都唔得企不挨掉，等到就交工来。好了，冇大笑。我哋玩咯，冇大志啊！对我啦，长官。是咩？王永照。啊，还没真的。要不，你条一定会转来的。如果这份，冇人会相信你条。小姐，真是的，对着你。我头一摆感觉做人有淡薄仔意思。对。董永凡。一个伫苗栗往南行，照提示看来，一定要输迄八卦山。山坡上一坡，报用不慎，免遭引粉。大体嘞，往北偏行。天雄记着，都伫转福的路。総監。ゲニコレラとは戦争よりも恐ろしい。分かった。水は二物して汚物は殺菌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うしなければますます蔓延するだけだ。しかし薬がもう足らない状態です。内地に電報を打つことにしよう。わかりました。お願いします。你看到呢？你看到呢？どうした？你看到呢？母に戦死したと伝え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よかった。8月23日、著書舞台は大化に侵入。
第2師団5分の4兵力、熱病に感染。耐えられない炎天下にあって故郷を思い出す。医者として戦地で従軍することになって非常に心苦しいことであろう。殿下、ここ数日の体温はやや高めであります。部下に平静を保てと言っているうちに万病も治るのだよ。殿下、伝染病が蔓延しているため病死する兵士の数は戦死者の数十倍に達していると言えるでしょう。病で失われた一人一人の命を思うといたたまれません。殿下、私には戦争というものが分からなくなってまいりました。私は最短の時間でこの戦争を終わらせ、本当の平和の回復を決意している。阿爸。阿爸，我太遠，愛從做影響吃飯人。其實阿爸冇想去做影響嘅，阿爸想希望真正結合結束，本大家做掉嘅專業副卡。好，是嗎？妹，你講種法術的迄，你就轉去。還是唔係嘞？
朱兄弟，买你总部。准备好吧。好。齐太公，如何生意啊？放心吧。哎，司机差不多出发了。还等你转来。阿姨呐，你真正要地？你是我的大兄，你去对，我就得到对。哦，大家出发！快点上来！好啊！殿下。戦況はいかがか。殿下にご報告申し上げます。八甲山に攻め込み、さらに消火場を順調に占領しました。そうか。よかった。我が帝国の渇望せしこの地、ついに接収せり。我が任務完了せり。桜の季節か。
9月27日秋分妹の書もたらす帰国の途につく。戦勝は輝かしいものではない。凱旋軍は葬式のように行進すべきである。其实也部片呢，一开始我拍的时间啦吼，也有那个讲吼讲迄么讲来合作做一只天师嘅版本吼。一摆天师版本呢，伊把叫吼，其实也有老天阳无嘛供养吼，第一只清新无供养就讲，老天阳地都当到表唔呢些东西，重新拿出来表吼。第二部分就讲唱嘅天阳嘅新春要嘅一只音效师吼，人都杜之吼，佢金马奖还有世界动作体风的样展哈，就得奖哈。佢老爷就重新来上哈，全部做过，音乐会重新来做过哈。所以他开始天视看的时候，会吃到画面暗讲哈，因为音乐也动好哈，因为透过film的拍摄，就转到 HD 嘅高画质嘅影带哈，所以看起来暗真哈，声音上面清好安尼。有人在为什么叫1895？奇怪呢。后来慢慢，所以这个电影给了一个蛮好的一个，让人家从题目先开始，1895先没挖过啊，然后你了解原来有这么一场，这个不得了。以亚洲史来讲，就说日本，这个是我们讲就有色人种日本人嘛，第一次拿到殖民地，亚洲的第一次殖民的这个取得，那台湾不幸那个时候就是变成这个。一个焦点嘛，所以那场战争是台湾的战争，是亚洲的一个战争，是整个殖民与被殖民史上一个不得了一个事件。谢谢。台湾的土地，我们都是移民嘛，所以其实台湾的一对外族群的这种抗争，这个冲突不严重，因为我们拢是移民嘛。但是移民我们的土地呢，是几代的富足奋斗留下来的，所以台湾的心里面只有一个东西：保疆卫民是大人，就保卫我的家园啦。是，喂。おお、サトウキビではないか。はい。毎年 90% 余りが日本に輸出されていると聞く。他にも台湾からの宝物には小脳と茶葉もあるな。殿下は台湾について随分とご研究なさっておられます。我觉得当初除了这个客家的这个背景，我们需要去做一些功课以外，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讲一个台湾人的故事。日本接收台湾这件事情不是客家人的事，它是整个台湾人的事。我们只是从一个剖面切进去看到客家这块的代表，但是它对于这个台湾整个台湾，它是一件台湾人的事。干死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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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在电视上面的拍摄哦，基本上在台湾这么多年下来，大概都是用 DJ Vacam， 或者是到近1-2年的 HD 拍摄。那基本上在过往的经验里面，是没有人用35厘米的底片去拍摄，所以
这次1895用这样的方式操作，基本上算是创举。就制作的那个过程来讲的话，从底片拍摄完成、冲洗出来以后，然后依据导演跟剪接师编辑完以后，他会出一个1D6表。那我们依据这个1D6表呢，再从原始拍摄的底片里面有用到的底片，一盒一盒的抽出来。抽出来以后，我们用广告的模式来精调，一盒一盒的上带，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去调颜色，让它色彩更饱和。那完了，当然中间里面有一些特效的东西啊，还有一些制作流程的东西啊，我们都会在调完颜色以后，分项的拿出去，分别来做，执行完以后再放回来这个 HD 的母带里面。那这样的画质基本上，目前来讲的话，基本上应该是最高规格的。那我也相信，这样子的影像跟格式，在未来的走上 HD 高规格的画质里面的话，这数位的形态里面的话，它是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标杆。基本上哈，就是说在电影版的部分，我们尝试说用深欧外的观点，因为深欧外它毕竟它是一个文人，他比较有所谓的世界的视野。当时对于一个日本人又是知识分子，然后他比较有一个纵观全局的一个角度。那也因为这个角度的关系，很多戏就被割舍掉了，因为我要统一那个观点的问题。因为在电视版上面，变成是说我们有比较足够的空间，它又分上下集，一些我们当时割舍的东西又得以回到它原来的面貌。吴汤兴的母亲，其实在原剧本里面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角色。作为一个母亲，她最心爱的儿子要出征前，她母亲事实上是有很多很多复杂的心情。伊咧比，秋会伊咧噶。那现在在电视版上呢，我们又可以重新看到另外一个客家的大家长江少主的母亲。那儿子现在在外面打仗，也不知道生死如何。那这时候吴汤兴带着部队回来这边要粮，事实上那是面对很多乡亲的舆论的很大压力下，他在面临这个家园巨变的时候，看到一个母亲所做的一个抉择。电影版它其实最漂亮的是说，它统一在一个文学家的笔触下。那电影版本身它具备了一个比较属于一个文学性观察的角度，它的视野比较宽大，它的观点也比较漂亮。那电视版的好处是，它比较完整细腻的把剧中所有的情节、人物都可以做比较丰富的陈述。我想这是两个版最大的差异。1895这样的一个题材，我们觉得是一个抛砖引玉的状态，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部电影的制作，让大家能够更了解说，其实台湾原来有这样的历史，原来台湾我们曾经的祖先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或者甚至小到说，原来在100年前台湾的人民生活的样貌是这个样子哈。那所以有了1895这部电影。Say goodbye. This is where I'll lay your body down, where the beasts of burden testify. They have come to rest on hallowed ground. This is where we say goodbye. And all around the people cry, how could so many people die? 240 sacrificed
on the trail to the place of Fondwell. Vì ghé ngài xin con chẳng im hô